OK，2026年唔係俾你權力，而係問你準備好去駕馭你嘅能力咧？OK，喺2026年所謂丙午年，火氣好旺盛。對於屬龍嘅朋友嚟講咧，火生土代表支持、力量同埋建立基礎。喺2026年機會多到唔使追嘅，反而要諗清楚邊啲係值得你投放，邊啲應該要放手。世界會開始會睇住你嘅實力。以前你講嘅理念啊、夢想啊，喺2026年就需要講成果，係一個由想變成實嘅年份。火馬能量俾你手，俾你嘅勇氣，俾你衝動，但係土要穩，要守得定，所以要守得定先可以守得更加長遠。2026年會問你嘅問題就係：第一，你可以帶領嗎？第二就話你可以冷靜嗎？如果兩樣都可以做到嘅話，喺未來嘅3至5年就會成為一個好關鍵嘅根基。好啦，每個影片我都會從8個範疇、8個方向嚟睇下屬龍嘅朋友2026年嘅運程如何。第一，我哋就會睇一個自我填本 SWOT analysis。所謂有力量就有方向。2026年你能量好強，魅力好高，機會好多，但係越有力量就需要有邊界。問題就話，當你擁有影響力嘅時間，你會點樣去用呢？嗱，我哋講下佢4個範疇啊。第一，優點，有視野、有信心、有策略、有存在感。弱點就係急性、想控制、過於自信。你嘅機會係點樣咧？就係話會有升職嘅機會啦、運財機會啦、領導力會提升。但係個威脅就係話會太多嘅責任，少咗啲休息時間，忽略你嘅情緒。咁3個建議俾翻屬龍嘅朋友嚟啊。第一個話，只接手同長期目標有關係嘅項目。第二就話早啲分工，唔好乜嘢都要親力親為。第三就係識得點樣建立界線，唔好俾人情綁架。諗諗如果2026年俾你更大嘅權力，你有冇足夠嘅平靜去駕馭嘅呢？好啦，第二部分就講下感情同人際關係。所謂深度勝過戲劇，點樣講法呢？喺火馬年會放大關係入面嘅情緒，有啲舊嘅問題會重新浮現，唔係壞嘢嘅事，只係俾你提醒緊自己。有啲嘢要諗諗。你嘅問題就係話你身邊嘅人會係令到你成長啦，定係會令到你感覺更加疲累。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話用誠實去代替權威，連結先然之說服人家。第二就話感謝需要講出口嘅，就唔好掹緊收埋喺自己內心世界裏邊。第三就唔好急於定義感情。時間會話俾你聽個答案。咁如果你諗下，如果你唔再需要去贏，係咪可以愛得更加深呢？咁樣健康方面咧，穩定係真正嘅力量。咁啊點樣講法咧？就話火旺土重，身體能量強，但係容易有熱氣啦、緊張啦，同埋胃壓力大。力量要靠節制，唔好靠死撐。問題就話，如果力量係來自一個靜定啊，即係靜下嚟，咁仲需要拼搏，更加要拼命嗎？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話飲多啲水，少啲開夜工。第二就運動唔需要太過激烈，行下路啊，做伸展啊，做呢個深呼吸已經足夠噶啦。咁第三就話睡眠有優質嘅睡眠。唔好話淨係瞓覺而為瞓覺而瞓覺。如果你身體係成功嘅根基，你有冇好好咁去保養佢呢？好啦，第4方面我講嘅家庭啊，安定啊，從理解開始。點樣講法呢？喺2026年，屋企氣場要穩定，但係你可能變咗一個靠山。意思即係話，人家可能會揾你幫手，但係你要記住呢句說話。支撐唔係代表去救人家，意思即係話你係支持屋企人啦，定係去代替佢哋做嘢呢？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話多啲聽，少啲批評。第二就話營造一個平靜氣氛，令到你冷靜
而去感染人家。第三就話識得呢個平衡工作同家庭，佢哋要嘅係你嘅存在，需要你嘅完美。諗一諗，如果你用呢個共情，如果你用共情去帶領屋企，氣氛會唔會唔同咧？好啦，第五方面我哋講係一個財運啦。2026年屬龍嘅朋友，你財氣好，火生土代表回報，但需要留意嘅節奏，唔好太快擴張。問題就係話你嘅財富係服務理想啦，定係服務虛榮感咧？咁三個建議俾翻大家，第一就話鞏固固定收入同埋長期嘅資產，第二就係避免短炒，唔熟悉嘅嘢就唔好投資，第三就要識得感恩而家嘅財富，心靜悄之樂。OK， 如果安心都係一種收益嘅話，你依家會覺得幾富有咧？好啦，第六就係話事業同生意方面以結構領導，而唔係用壓力。2026年你嘅事業曝光率高，領導地位自然明顯啊。咁人哋會睇你點樣做，而唔係淨係聽你講嘢。問題就係話你想係做一個控制者，就係一個引導者。嗱，三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識點樣提攜後輩，傳承你嘅經驗。第二就係精簡流程，減少雜亂。第三，識點去放低微管理 （micro management）， 俾信任有空間發揮。嗱，如果你嘅領導力，如果領導唔係再靠壓力，而係靠信任，你會覺得自己有幾強呢？好啦，外在嘅環境嘅第七方面就係穩定中展現權威。2026年世界會留意住你講嘅每一句說話。呢一年係建立信譽同地位嘅黃金時間，唔需要講大聲，但係需要一致。問題就係話你想人記得你係一種邊一類型嘅領袖呢？嗱，三個建議俾大家。第一，喺混亂中記得保持冷靜，只係有價值。第二，只係有價值嘅場合先至出現，唔好乜嘢都出頭。第三就係保護你嘅專注力，唔好被雜入帶走或者影響。嗱，如果你係重視信任多過曝光，你會覺得你嘅影響力會變成點樣呢？好啦，第八方面，當然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叫做自我成長。成為一座山，都為風所導。屬龍嘅朋友，你今年最大嘅修煉係內心平靜。力量唔係去震撼人，而係唔俾人震撼到。個問題就係話，如果平靜係變成你嘅成功標準，人生會唔會更加輕鬆呢？嗱，三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靜坐寫日記，識得點樣去處理情緒，而唔係抑壓住佢。第二就話感恩，先決就係話清理自我嘅雜色。第三就話保留一啲獨處嘅時間，靈感自然就會浮現。當你掌握到冷靜，就冇有控制到你嘅思維能力，啱嗎？好啦，嚟到片尾啊，總結一句啊，2026年唔係俾你力量一年，而係提醒你，你已經本身有噶啦。OK。火猛照亮道路，但係個路咧要你一步一步咁去踏出。記得帶住優雅嘅身份去領導，帶住耐性去建立。所謂真正嘅力量咧，唔係話你做到幾多，而係你有幾穩。2026年係你落地嘅一年，喺潛力變成果，願景變成現實嘅時機。好啦，如果你想知道2026年你嘅事業、財富同人生嘅節奏係有啲咩黃金時間嘅話，歡迎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Chat Destiny Architect， 我哋一齊將智慧變成策略，將時間變成力量。多謝收睇呢條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